我細仔就話：媽咪，點解有得救你唔救爸爸？佢怪我咯。相信好多港劇迷都可以一眼認得出佢，佢就係前 TVB 綠葉女星陳嘉怡。陳嘉怡入行多年，熒幕形象非常深入民心。但2008年因為照顧患有重病嘅丈夫，佢選擇離開 TVB，之後更加全面退出娛樂圈，令到劇迷大感可惜。近日陳嘉怡罕見現身接受訪談，現年已經79歲嘅佢，近年一直喺內地生活，獨居珠海。佢坦言同個仔關係惡劣，原因係2019年喺丈夫病危之際，佢唔忍心見到對方再受折磨，於是喺未同個仔商量之下，先至決定放棄搶救。最終丈夫安詳離世，但佢就遭到細仔嘅責怪，更加導致母子關係破裂。咁多年嚟，佢一直背負住沉重嘅心理壓力，經常都諗起當年個仔嘅質問，點解唔救爹哋？雖然內心非常自責同難過，但佢並唔後悔當初嘅決定。佢憶述當時丈夫嘅病情突然急轉直下，心臟等多器官已經嚴重衰竭，嗰一刻陳嘉怡十分痛苦，但佢認為丈夫大限已至，如果再強行搶救，只會徒添痛苦。陳嘉怡對丈夫嘅愛絕對毋庸置疑，然而因為一個決定，自己就成為咗罪人。面對個仔咁多年嚟嘅責怪，佢無奈表示：我只能夠講，如果將來到我死嘅時候，我都希望我個仔咁樣做，因為我需要有尊嚴咁離開。